2，大啲啊，3，4，隻手唔想伸出嚟啦，5，係啦，要向前直接啦，到你啦，唔可以咁樣打㗎，所以我就擺手喺度俾你擋住，跟住就出嚟先。1，係咯，打翻腰帶位，打數，2，係，打翻腰帶位，3，係，擺腰帶位咁高做乜嘢？4，腰帶位，5，腰帶位啊，係，到你啦喎，嚟咗，1，腰帶位喎，腰帶咯，2，3，4，好，做乜擺咗隻腳出嚟？我要伸出嚟先，準備咯，1，2，係啦，伸直佢打過去，係啦，打過去，點解？唔好俾佢咁樣，要打到佢咁樣，打到佢喐嘅。3，係，唔好咁向上啦，直線，咁喺呢度打啫。4，係啦，5，你曲咗唔啱啦，少咗嘅。好，好，收低，左腳拍翻嚟，立定。